今日係6月12日星期五啊，天陰密雲。我哋一行3人啊，喺上水火車站 C 出口集合同埋出發，踩單車去大水館同埋德月樓景江，當然仲要食返碗羅太豆腐花啦。水館啊，真係好巨大，梗係要停低打下卡啦。豆腐花水準依然12蚊一大碗，抵食。因為出面雨勢都幾大下，我哋喺度避咗一陣雨。大水館至到德月樓呢一段路啊，非常之適合短途嘅單車遊。佢路面平坦，冇乜斜坡，踩下停下，影下相，食下豆腐花，睇下羊，摸下黃牛，我非常之推薦。德月樓啊，係新界北一條非原居民嘅村落，設喺呢度嘅景江，所以稱為德月樓景江。佢係極為接近深圳邊境嘅檢查站。